芝山岩春秋，台北士林较早号做北芝兰，附近的芝山岩，简单是一个悬大约50公尺的小山峦仔尔，煞有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，称作芝山岩文化。以下以史前文化、大清时期、日本时期、战后时期做说明。史前文化，石头公是芝山岩台北大乌时期乌底大粒石头的代表。1896年，日本学者濑野川之神伫芝山岩发现台湾第一个史前遗迹，挖出来的物件包括贝壳、人甲动物的骨头、器具以外，又阁有关卡厝的条仔洞。证明是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，因此芝山岩遗迹奉列作日本国家一级古迹。大清时期，上顶悬的惠济宫建于乾隆17年，主神服侍漳州开基祖陈元公，到今已经有270年左右。这边的怀古园有改建时留存的石条、石碑，记载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大正等无同时代演变。西厦门、北厦门遗迹见证着族群舞斗的历史。大墓公埋葬乾隆51年林爽文事变的死难者，甲咸丰9年中泉舞斗牺牲的无主死者。日本时期，1895年日清马关条约，大清割台湾澎湖予日本，日本政府真介意得到台湾这块宝地，开始建设台湾。当年伫惠济宫文昌祠仪式原址成立第一间芝山岩学务部学堂。